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我是阿文哥。阿文哥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客家歌叫做《请说客语呛讲客法》这个是由罗文玉老师创作演唱的哈。好，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歌词。爱通讲跳摆嘅世界，讲合法袂分同学了。爱通讲头摆嘅世界，讲客话要分同学了。爱通讲就是我听说啦，我听讲哈，我爱通讲头摆嘅世界，头摆就是以前，世界就那个时候，爱通讲头摆嘅世界，就是我听说以前那个时候讲客话就是讲客家话，我本同学了。我本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会，本就是会给分就是给。我本同学同学nail nail 这个字幕上面它应该是打成桌啦其实应该是扭，我扭你扭下来的扭。那这个扭这个客家话有两个发音第一个发音叫 nail， 第二个发音叫 new 当发成 nail 的时候呢，它就是有把你揪出来的意思手字旁一个球那个揪所以如果字幕要打的话，应该要打成那个揪或者是扭会比较适合。讲客话会本同学了，就是说会被同学举报你说你偷讲客家话这样的意思。以前是推行国语运动嘛，所以你讲客语、讲台语都会被同学举报有人撂白啦有人去打小报告同学了这个是这个意思。沈风为我嘅拍嘅下，请说国语。沈风会挂灯牌的沈风就是身上会挂灯牌，那个牌的挂着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下就是写啦，上面写着请说国语这句话本来就国语好，沈松珠会挂灯牌下灯，请说国语。好，这边有一个音很难发，呀，卡琴，腔朗朗切呀就是这个卡琴是什么？剧情那个我们客家话那个戏剧的剧呢，要那个剧要发成科呀卡琴不是剧情要发对卡琴呀卡琴，腔像朗朗切007朗切，就是说这个揪来揪去，这个被偷偷被人家举报这个剧情这些举报人家说你讲客家话这样的剧情很像007抓来抓去像侦探一样。尿道唔愛尿下雨雨，尿道愛尿下一 V 当你被抓到的时候，就要再去抓下一位。尿道抓到你了揪出来你的再去揪下一位。尿下一 V 教室里走来走去，真神奇。教室里走来走去跑来跑去客家话跑叫做走走路的走呢叫做行走来走去是跑来跑去。真神奇真神奇就真的很有趣客家话讲有趣叫
叫做沈希啊，真沈希，沈七啦。好来。抓哈，我爱来教你学法，就是抓哈，就是现在啦。我爱就换我来教你学法，来教你客话，就是来教你讲客家话，学法。打招呼啊哈，基本的问候语。打招呼，打招呼，基本呢，基本的啊，问候语啊，就是问候语啊，问候语。请说客语，爱教你讲，你好漂亮。爱教你讲，你好漂亮。爱教你讲就是我教你讲，你好漂亮。好，来下一句就是谁莫按讲。按讲刚像一声梦呓。好，谁莫按讲就是女孩子很漂亮，细妹很漂亮。好，这边后面其实歌词就是一句国语，一句客家话哈。暗自 say 什么你啊？感谢你什么你啊？有空来玩，有闲来了吃饱了吗？吃饱的无最后爱好俩记爱爱你。爱谈讲跳摆嘅世界，爱谈讲跳摆嘅世界。讲客话会伴同學了，講客話會伴同學了。神風會掛得拍的下，請說國語。神風會掛得拍的下，請說國語。也劇情那唱人人切，也劇情真唱人人切。扭動愛扭下一位，扭動愛溫，扭動愛扭下一位，扭動愛扭下一位。教室裡走來走去，真神奇。教室裡走來走去，真神奇。多抓下，抓下，我愛來教你。多抓下，抓下，我愛來教你。阿發打招呼，啊哈，基本的問候語。客話基本的問候語。請說客語，愛教你講你。請說客語，愛教你講。你好漂亮，誰們恩將感想一聲夢魘。有空來玩，有閒來了吃飽了嗎？吃飽的無最後愛好倆記愛愛你。請說客語，愛教你講你好漂亮，誰們安將感想一聲夢呓。有空來玩，有閒來了吃飽了嗎？吃飽的無最後大家共下來後，最後大家共下來後，最後大家來後客家話。OK， 这个是罗文玉唱的《呛讲客法》啊，《呛讲客法》，请说客语。好，那个我们来稍微讲一下后面那几句哈，它其实是一个国语啊，一句国语，一句客家话，但是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是，比如说你好漂亮，照理来讲，你看按讲啦哈，它翻译成 say more 按讲 ，say more 按讲是指女生你好漂亮，好，好。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个吃饱满。